国际新闻来关心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李志英、洪指控犯香港国安法，昨昏伊是继续接受审判。香港媒体就报讲，李志英出庭的时又表示，当初伊会创办《苹果日报》，就是为着要传达自由的资讯。也那香港47人案，有45个人拢互判刑。伫台湾的香港人昨早嘛开记者会来声援。即马美国、英国、澳洲甲欧盟的外交官员嘛拢有出声谴责香港。香港医团媒的创办人李志英，洪指控讲犯国安法内面串谋倒空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20继续审讯。根据港媒报道，李志英出庭替家己辩护的时阵讲，较早创办《苹果日报》是为了要传播自由资讯。法新社报道，对至少22国和欧洲议会内的议员和外交事务专家是透过联署公开批，表达因对李志英犯关感觉真烦恼。另外，香港45个反民主派人士19犯判动刑，美国、英国、澳洲和欧盟外交高阶官员，大家拢发声来谴责。We refuse t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ecause of economic reason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s no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香港动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45个人互判刑，是香港第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伫台湾的香港人早起是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辩声青年表示讲，对判决是感觉真愤慨，嘛表示讲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已经完全无伫力啊。这个判决其实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政府就想要透过这种的手法，然后让我们害怕，然后继续不去发生。这件在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上大规模的案件，47个因为参加立法会初选，洪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19判刑，刑期上重有10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全都是假的。我以前也相信过一国两制的，我以为不反抗就没事。台湾必须要从香港民主灭亡的经验学习，我们要好好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不过，在认为讲47人案的判刑是对民主自由世界的判刑，47人案的宣判一出来，各界拢发声来表示关切。总统府讲，台湾会持续来声援香港，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关注香港的情势。外交部嘛表达关注关切，严正谴责中国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和无公正的定数，严重侵犯香港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